传承有133年历史的中秋海千秋活动，即马这大溪乡公所呢，伫中秋这天，会伫咧大溪国小举办这100年传承花旗海千秋的一个活动。本这个比赛是对大溪协田庙开始的，希望讲这独身的查甫查母拢会当来这海千秋结成一段良缘。 海公树海甲悬很悬，用脚去踢头前的梁仔，伫个时间内踢到上侪届的人，就会当甲奖金摸回去。为了传承有133年历史的中秋海公树的活动，大溪乡公所伫个新历29中秋迄天，伫个大溪国小举办100年传承欢喜海公树的活动。25请到一届冠军做伙来交流。这个是比抢歌还要累很多哦，因为它3分钟我踢完，踢满踢下来的时候呢。 是整个人会躺在地上，然后脚痛到就是肿胀，痛到不太能动。在上台伫今年头城唱歌的陪伴组，嘛摕到冠军。伊认为打起海公树的难度比唱歌更加困难，现在比赛比了，脚根本就徛袂起来。今年打起海公树有分公开组、挑战组、甲体验组3项。两岸关度上悬是7.3公尺，奖金上济有3万。参赛者无分性别甲年岁，拢总137个人。希望在我们协天庙。 我们关圣帝君所有的神尊庇荫之下，能够祈求给我们带来平安。打起海公树的比赛来源是因为主神拜关圣帝君的协天庙，英国民众无啥休闲活动，所以庙会办海公树的比赛，希望在地男男女女互相交流，结成好姻缘。打起乡公所讲，欢迎民众中秋迄天来打起国小。 认捌打起海公树的这项传统的民俗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